各位，你哋有冇諗過，一間喺內地紅到發紫、排隊排到天荒地老嘅網紅烤肉店，諗住落嚟香港大展拳腳，結果唔夠半年就攞埋行李敗走，仲要輸到個頭都大埋。今日我一定要同大家深挖一下，呢個所謂嘅西塔老太太，到底係點樣喺香港呢個地產霸權同精明消費者交織嘅戰場上面，又諗住將香港人當係提款機，變成最後自己做咗人哋眼中嘅大水魚。呢單嘢唔單止係一宗生意失敗咁簡單，簡直係一場資本傲慢撞埋地產牆角嘅教科書級別慘劇。我哋先返去2023年年底嗰陣，當時全香港嘅餐飲業都吹緊一股內地品牌南下嘅風氣，好似蜜雪冰城、阿媽手作咁，一間接一間開到周街都係。西塔老太太呢個名喺內地烤肉界簡直係神級存在，東北瀋陽出身，憑住嗰隻特製嘅芝麻醬同埋所謂嘅現切黃牛，喺上海、北京呢啲一線城市係要排隊3個鐘先有得食㗎。佢哋班管理層可能覺得，既然內地同胞咁受落，香港人平時咁鍾意返深圳食嘢，我而家直接將間鋪搬到你門口，你班香港人仲唔乖乖地攞錢出嚟？於是乎，佢哋喺2024年年初，仲要係喺尖沙咀呢個核心地段，即係嗰個尖東摩地道，大手筆租咗個大鋪。你知唔知尖沙咀啲鋪租有幾驚人？據聞嗰個位月租要成30幾萬，甚至接近40萬港幣啊！對於資本大佬嚟講，40萬可能只係濕碎，但佢哋忽略咗一個最基本嘅商業邏輯：香港嘅地產霸權係唔會同你講感情嘅。你租得咁貴，你每日要賣幾多碟肉先夠俾租？呢度就係資本傲慢嘅第一步。佢哋以為憑住個名氣，開喺尖沙咀呢啲遊客區兼核心商區，就一定可以好似喺內地咁，日日翻台5、6次。點知香港嘅租金成本、人工成本、水電煤雜費係內地嘅幾倍甚至10倍。2024年嘅香港市道其實已經變咗，唔再係以前嗰個可以隨便劏客嘅年代。西塔老太太落到嚟，裝修落足重本，聽講用咗成幾百萬去整，諗住打造一個高大上嘅形象。結果呢？呢啲裝修費加埋預付租金，最後全部變成咗送俾香港地產商嘅大禮包。好啦，講完租金，我哋講下最令香港人反感嘅嘢，就係嗰種提款機心態。西塔老太太喺深圳食，人均可能只係112、130幾蚊人民幣，計返港幣都係百零蚊。但佢落到嚟香港，份餐牌一打開，哇，人均要400、500蚊啊！雖然話香港租貴人工貴，加價係理所當然，但你加成3倍，真係當香港人係傻仔咩？你份肉嘅質素係咪真係好咗3倍先？大家去食過就知，其實同深圳食嘅嘢基本上係一模一樣，甚至有啲人話因為香港食材入口限制，有啲東北牛反而食唔反嗰陣味。2024年嘅香港人係好精明㗎，而家大家講緊嘅係咩？係北上消費啊！我由尖沙咀坐程地鐵去福田，都係幾十蚊車費，嗰度嘅西塔老太太唔使等位之餘，仲要係平你一大截。當你將香港人當成提款機，諗住收割呢度嘅高消費力嗰陣，你其實係推緊香港人返深圳。呢個就係所謂嘅信息差失靈。以前資訊唔流通，你喺內地出名，嚟到香港開貴啲，可能仲有人貪新鮮試下。但而家社交媒體咁發達，小紅書、Facebook、連登，邊個唔知深圳賣緊幾錢？你呢種定價策略，簡直係對香港消費者智商嘅一種侮辱。西塔老太太失敗嘅另一個死因，就係佢完全低估咗香港本地餐飲業嘅競爭力。你以為香港無烤肉咩？香港嘅日式燒肉、韓式料理，甚至係本地老牌燒烤店，已經捲到去一個極致。2024年，香港嘅餐飲業正處於一個大洗牌時期，好多老牌食肆都撐唔住要執笠。你一個外來品牌喺冇任何本土化改良嘅情況下，硬生生將內地嗰套搬落嚟。服務員嘅語氣、點餐嘅流程，甚至係嗰種排隊嘅文化，喺香港都顯得格格不入。
香港人追求嘅係效率同埋物有所值，你價錢貴咗3倍，服務質素有冇提升3倍？答案係無。再講，西塔老太太喺內地之所以成功，好大程度係靠網紅效應。但網紅效應呢樣嘢嚟得快去得快。2024年年中，當第一波好奇嘅香港人去試完之後，口碑一旦崩壞，就無回頭路。大家喺網上嘅評價係點？又貴又唔好食，服務一般，不如返深圳食。呢啲評論好似海嘯咁湧埋嚟，試問仲有邊個會願意做第二波水魚？我最覺得好笑嘅係，呢啲資本品牌往往有一種迷之自信，佢哋覺得自己有幾百間分店，有大把錢燒，可以慢慢磨。但佢哋唔記得咗，香港嘅地產商係全世界上最現實嘅生物。你交唔起租，或者你份約到期你唔續，佢即刻就揾第二個租客，完全冇空間俾你慢慢調整。西塔老太太喺尖沙咀開咗唔夠幾個月，就傳出欠租或者想頂讓嘅消息，呢種速度簡直係創咗紀錄。由滿懷希望落嚟收割，到最後蝕住錢走人，呢個過程簡直係快過閃電。呢件事其實反映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內地資本對香港市場嘅誤判。佢哋以為香港仲係那個10幾20年前，只要有名氣就有錢賺嘅地方。2025年、2026年呢2年，我哋會見到更多呢類品牌。如果佢哋唔改咗嗰種傲慢嘅心態，唔認真研究香港人嘅消費心理，只係想過嚟撈一筆就走，咁最後只會變成另一條大水魚。西塔老太太嘅死因，其實係自己攞嚟嘅。佢唔係死喺競爭對手手上，而係死喺自己嘅貪婪同埋無知。你想想，一間餐廳要生存，最重要係有熟客。但西塔老太太呢種定價，基本上係做一次性生意。香港人去完一次，覺得被劏咗，下次聚會仲會唔會揀呢度？肯定唔會啦。相反，香港本地好多燒肉店，人均200-300蚊，肉質唔差，環境又舒服，仲有好多本地化嘅優惠。西塔老太太呢種資本傲慢，令佢哋睇唔起本地嘅小競爭者，結果最後被呢啲細鋪積小成多咁搶走晒啲客。而且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個細節？就係佢哋嘅選址。尖沙咀摩地道雖然係旅遊區，但嗰個特定嘅位，其實近年來人流已經變咗。2024年之後，來香港嘅遊客消費模式變咗深度遊，唔再係以前嗰種大排筵席、揮金如土嘅豪客。佢哋追求嘅係特色，係性價比。一個內地遊客嚟到香港，見到西塔老太太，佢會入去食嗎？佢喺自己家門口食可能平一半，佢點會喺香港食？而香港本地人呢，又覺得你貴。結果西塔老太太變成咗一個兩頭唔到岸嘅尷尬存在。我諗呢個案例可以俾所有想嚟香港發展嘅品牌一個好大嘅教訓。香港唔係你哋嘅自動提款機，香港人雖然捨得使錢，但前提係要使落值得嘅地方。你以為自己係大牌子就可以大石砸死蟹？地產霸權會先教你做人，然後消費者會用腳投票令你清醒。2024年，西塔老太太嘅離場只係一個序幕。未來幾年，如果內地品牌仲係用呢種高高在上嘅姿態落嚟，我諗執笠潮仲會繼續落去。講到尾，做生意唔係變魔術，唔係話你有個網紅名，有幾千萬資本就可以喺任何地方成功。西塔老太太喺瀋陽成功，係因為佢符合當地嘅物價同口味；佢喺上海成功，係因為嗰度有足夠大嘅移民人口同埋消費熱潮。但香港係一個完全唔同嘅生態系統，呢度嘅租金係會食人嘅，呢度嘅人工係會令人頭痛嘅，呢度嘅顧客係全世界最挑剔嘅。如果你唔帶埋誠意落嚟，淨係帶個招牌過嚟，咁你嘅結局就注定係要交呢筆昂貴嘅學費。2026年嘅今日，我哋回頭望返，西塔老太太就好似一場短暫嘅煙花，燒得好勁，但散得仲快。佢留低嘅唔係乜嘢美味嘅回憶，
而係一堆裝修垃圾同埋一個商業笑話。呢啲所謂嘅資本巨頭喺內地可能呼風喚雨，但落到嚟呢個細細嘅香港，竟然連幾個月都捱唔到，呢個對比真係諷刺到極。我哋再深入分析下，點解佢哋會覺得香港人係提款機？呢種諗法其實係源自於一種長期嘅刻板印象。好多內地企業覺得香港係購物天堂，覺得香港人好有錢，覺得只要將內地流行嘅嘢搬過嚟，加個倍數就係香港價。但佢哋忽略咗2024年、2025年呢段時間，香港嘅經濟結構同埋市民嘅消費心態已經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大家開始追求極致性價比，開始會計住每餐飯嘅 CP 值。你一碟牛舌賣成200幾蚊，人哋喺深水埗或者元朗食到嘅質素可能同你差唔多，但價錢平你一半，你叫人點支持你？再講講個水魚嘅部分，點解話西塔老太太自己係大水魚？因為佢哋喺最唔應該揮霍嘅地方揮霍咗。佢哋嘅裝修風格完全係內地嗰套浮誇風，喺香港呢種寸金尺土嘅地方，咁大個鋪位，好多空間其實係浪費咗。加埋佢哋對香港法律、勞工保險、牌照申請呢啲嘢嘅不熟悉，據聞中間交咗唔少冤枉錢。呢啲錢本來係可以用嚟提升食材質素或者降低售價嘅，但最後全部變成咗沉沒成本。當你行過尖沙咀，見到嗰個曾經熱鬧一時，而家已經圍埋板或者換咗招牌嘅位，你就會明白地產霸權係唔會同你客氣。無論你名氣幾大，2024年、2025年嘅租約一到期，或者你欠租一兩次，業主就會即刻收樓。地產商先係香港呢場遊戲嘅終極大玩家，而西塔老太太呢啲外來資本喺地產商眼中，只不過係一個幫佢哋裝修鋪位，供咗幾個月高額租金嘅暫時勝冤大頭而已。西塔老太太嘅死，死於佢嘅不接地氣，死於佢對香港市場嘅輕視。佢哋以為香港人冇得揀，以為香港人仲係以前嗰個只會喺中環、尖沙咀消費嘅群體。佢哋唔知，香港人而家嘅生活圈已經擴大到成個大灣區。當一個品牌嘅競爭力仲停留喺我好出名呢個層次嗰陣，佢其實已經輸咗。所以話呢場資本傲慢撞上地產霸權嘅戲碼，真係睇到人唏噓。西塔老太太用自己嘅真金白銀，為後嚟者示範咗咩叫做錯誤嘅入場方式。佢哋諗住過嚟收割，結果反而被香港嘅高昂成本同埋理智嘅消費者反向收割。呢個教訓，相信喺未來好長一段時間都會係餐飲界嘅一個反面教材。最後，我想同所有喺香港做生意或者諗住落嚟做生意嘅品牌講一句：香港人嘅錢係好賺，但你一定要尊重呢個市場。如果你仲係覺得可以用內地嗰套高定價、快擴張嘅模式嚟征服香港，咁我建議你先去睇下西塔老太太執笠嗰陣嘅背影。2026年，市場只會越嚟越捲，只有真正願意放低身段，做好品質，平衡好租金同售價嘅品牌，先可以喺地產霸權嘅縫隙入面生存落去。西塔老太太嘅故事完咗，但資本嘅傲慢如果唔改，下一場悲劇好快又會上演。你睇下而家嘅尖沙咀，雖然依舊繁華，但店鋪換手嘅速度快到你唔信。2024年，西塔老太太雄心萬丈入駐，2025年已經銷聲匿跡。呢種快進快出嘅節奏，正正係呢啲網紅品牌嘅悲哀。佢哋無根無本土文化嘅支撐，只係靠資本推動。一旦資本發現回報唔對路，就會即刻止蝕離場，留低嘅只有被裁掉嘅員工同埋空置嘅鋪位。呢個就係西塔老太太死因嘅大揭秘，一個以為香港係金礦，結果發現自己係填坑石嘅悲劇。各位記住啦，無論你係幾大嘅品牌，嚟到香港，你首先要學識嘅唔係點樣宣傳，而係點樣同呢度嘅地產商鬥智鬥勇，點樣同呢度嘅消費者交心。如果你做唔到，咁你最後嘅下場，可能就係同西塔老太太一樣，成為大家茶餘飯後嘅一個笑話，成為呢個繁華都市入面另一個昂貴嘅商業教訓。
西塔老太太呢件事仲有一點好值得我哋反思，就係品牌日價嘅破滅。喺內地，可能因為有某種情感連結或者係地理優勢，大家願意俾貴啲。但喺香港，大家係好現實嘅。你隻芝麻醬再好食，如果你份牛小排賣到成400-500蚊，而隔籬嗰間日式燒肉用緊同樣級數嘅肉蛋只係賣300蚊，你個品牌日價就即刻變咗負值。2024年之後，香港人對名氣呢樣嘢已經免疫咗好多，大家更睇重嘅係呢一啖肉食落肚，到底值唔值呢個價錢？而且西塔老太太嘅失敗，亦都係反映咗內地餐飲標準化管理喺香港嘅水土不服。香港嘅餐飲人才短缺係事實，但香港員工嘅管理同埋工作文化同內地嗰套完全係兩回事。你唔可以期待用內地嘅人工或者管理模式嚟要求香港嘅員工，呢度嘅成本結構決定咗你必須要有更高嘅人均產出。西塔老太太似乎喺呢方面做得好差，內部管理嘅混亂，加上成本控制嘅失靈，令到佢哋本來就薄弱嘅利潤空間被蠶食得乾乾淨淨。所以呢單嘢真係好精彩。一個瀋陽老太太帶住一身光環落嚟香港，諗住大殺四方，點知最後連自己個招牌都保唔住。2026年，當我哋再講起呢件事嘅時候，大家可能只會記得曾經有一間好貴嘅烤肉店喺尖沙咀開咗一陣就執咗。呢個就係現實，呢個就係殘酷嘅商業社會。資本係傲慢嘅，地產係霸權嘅，而消費者係最誠實嘅。當呢三者撞埋一齊，最傲慢嗰個，往往就係輸得最慘嗰個。西塔老太太嘅死，其實係死於佢唔明白香港價值係乜。香港價值唔係貴，係精，係準，係高效率。你帶嚟嘅嘢，如果只係貴而唔精，或者只係快而唔準，咁你注定會被呢個城市淘汰。2024年到2026年初，呢段時間香港見證咗唔少呢類品牌嘅興起同衰落。希望呢啲血嘅教訓可以令到以後落嚟嘅品牌學精啲，唔好再做嗰條送上門嘅大水魚啦。各位朋友，今日講咗咁多，其實就係想大家睇清楚呢啲商業背後嘅邏輯，唔好被嗰啲網紅光環蒙蔽，亦都唔好覺得只要有錢就乜都得。做生意始終要回歸到服務人、尊重人。西塔老太太嘅離去，對佢哋公司嚟講係一次重大打擊，但對香港市場嚟講，其實係一次良性嘅汰弱留強。只有真正尊重香港人、尊重香港規矩嘅品牌，先可以喺呢度長治久安。好了，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呢個西塔老太太嘅故事，真係一個好值得我哋記住嘅2024年商業奇觀。